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灾造成严重的死伤，其中有4个消防员殉职。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会增加80个消防补助。针对消防员忙讲会当来做工会，陈建仁嘛强调讲，尊重公务员的权利，会赶紧来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另外，针对民用的火灾调查的结果，发现讲有超过管制量30倍过氧化物。外界嘛质疑讲，这部分中央甲地方应该上来负责的。经济部长王美花是指出讲，业者应该爱主动申报，嘛打算讲未来成立共同的平台，中央甲地方做伙来管理。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位消防人员在内上百人死伤，引起社会对消防员权益的重视。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政府自2017年开始，每年拢有6亿以上的消防补助，答应讲未来也会增加补助80亿。外界关心这款补助当时到位。过去这几年呢，每年都有6亿以上的这个补助。那未来呢，我们还会增加这个补助的金额呢，达到这个80亿元。我们未来呢也会继续来加强有关的工厂的卫生安全的这个检查然后让这件事情呢能够得到更好的安排。民用大火也烧做工安的危机，厂房内面囤放超过管制量30倍过氧化物。经济部长王美花重申，业者本来就应该申报，不过民用无申报超量危险品，也无主动通知，无排除要成立共同稽查平台。他没有申报，也没有主动告知，不管是园区或者是屏东县政府，那所以就造成一个目前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或许也可以成立这样的共同的这个稽查平台，那我们都会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但是国民党质疑民用大火无人负责，中央地方伫咧互相责责任。王美花是否认，讲上好是国家紧密伫咧合作。针对立法陈玉珍指控政府无确实的稽查行政失能，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讲，一定规模的企业将负企业自主的防灾责任。一切的一个调查必须依据科学的一个证据让科学的证据来说话。未来的企业一定要加强防灾的一个意识并且落实相关防灾的一个演练。针对消防员希望做工会，陈建仁是讲尊重公务员的结社权。会赶紧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但是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认为，公务人员协会并不是工会，无工会加雇主签对等契约的能力。希望行政院正面回应协会诉求，修法成立工会。记者综合报道。